貨物可以空運，連動物都可以嘅。每年經空運貨站處理嘅馬大約有700隻，其中有好多咧係我哋喺馬場見到嘅馬嚟㗎。一般咧要被空運嘅馬匹啦，喺上機之前咧都會被放入馬欄裏邊㗎。咁全程就有一位馬夫照顧佢哋飲食嘅。咁當馬匹落機之後啦，就會被送到牲口處理中心，由珠江站嘅漁農處員進行檢疫。咁之後咧就會安排專車將佢運走㗎啦。我知道除咗動物之外咧，貨站仲設有危險品及放射性物品貨倉、冷藏冷凍庫、貴重貨物處理中心，同埋專門儲存龐大貨物嘅20尺貨櫃處理中心添。好似直升機啊，或者飛機引擎呢啲體積龐大嘅貨物咧，都可以處理得到啦。睇嚟你對我哋呢度認識咧，就好似呢個空運貨站嘅司機咁，一樣咁全面啊！使乜？